香港海洋公園陪住幾代香港人嘅成長，作為全球10大最受歡迎主題公園之一，亦吸引到唔少遊客嚟香港。曾經係香港旅遊業嘅金漆招牌，如今飽受財政困境嘅壓力，甚至面臨破產，到底係邊個嘅問題呢？廢噏營火會今日講下海洋公園半個世紀嘅興衰。1977年1月10日，香港海洋公園開幕，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主持開幕儀式。當時已經有大大小小唔同嘅私人遊樂場遍佈各地，最出名嘅包括利園、麗園同虎豹別墅，而海洋公園亦都係由一個私人遊樂場巴黎農場改建而成。海洋公園佔地91.5公頃，分別係山上嘅高峰樂園同山下嘅海濱樂園，中間以架空纜車連接，由香港賽馬會斥資1.5億港元，當中包括唔同嘅動物展館同機動遊戲。當年嘅票價係大人15蚊，小童7蚊，唔止吸引咗本地嘅遊客，亦吸引咗好多海外嘅遊客慕名而嚟。為咗方便遊客來回山上同山下，公園亦喺大樹灣設有出入口同巴士站，遊客可以喺其中一邊入園，然後一直玩到另一邊離開，亦可以搭巴士到另一個入口再次入園。而大樹灣入口同高峰樂園之間有一條全香港第2長嘅戶外扶手電梯貫通，喺嗰陣時搭呢條扶手電梯都係景點之一嚟㗎。喺80年代，為咗吸引更多嘅遊客，參考咗外國主題樂園嘅經營模式，引入咗多款最新嘅機動遊戲，包括星際蜘蛛、空中八爪魚、海盜船、瘋狂過山車等。不過經過咗咁多年嘅替換，最初一批嘅機動遊戲而家係淨係得返海盜船仲健在啫。1987年，政府通過海洋公園公司條例，成立海洋公園公司管理海洋公園，由香港賽馬會撥款2億港元成立信託基金，自此脫離賽馬會嘅管理，成為一個自負盈虧嘅商業機構。正所謂打鐵就要趁熱，踏入90年代，公園繼續擴展版圖，加入更多文化嘅元素。1990年，大樹灣入口附近開設新景點集古村，面積達1萬平方米。喺早期係要另外買飛入去嘅，大人180蚊，小童90蚊。集古村係以中國5000年嘅歷史為主題，展示中國13個朝代嘅文化，但對當時嘅市民嚟講，其實係偏貴嘅，所以維持咗1年幾就包埋咗喺海洋公園嘅門票入邊。而當時嘅票價大概係成人120蚊，小童60蚊。同年綠野花園開幕，當中嘅設施包括恐龍徑、恐龍館、金魚大觀園、蝴蝶館、熱帶溫室、馬會100週年紀念花園。其實細個行過恐龍徑都真係好驚，會唔會都係你嘅童年陰影呢？新建嘅設施為公園帶嚟豐厚嘅利潤，從1984年至1997年累積純利超過5億5千萬港元，但一場金融風暴就蝕咗一半。2003年沙士疫情，公園再次受到重創。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傳奇降臨，擁有蘭桂坊之父之稱嘅盛智文受邀獲任為香港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。盛智文改革公園嘅公司文化同加強競爭力，其中一樣就係 Halloween。其實 Halloween 嘅活動早喺2001年就有舉辦，可惜之後撞正沙士。然後過多1年就換咗盛智文上場，而盛智文將 Halloween 發揚光大，玩出一個新嘅高度，唔止係普通嘅扮鬼扮馬，仲係全城嘅狂歡，每年都吸引咗大量嘅遊客入園，同時亦開咗好多唔同主題嘅園區同設施，包括亞洲動物天地、冰極天地、香港老大街同海洋列車。喺呢個時候，一個新嘅對手上場，香港迪士尼樂園。2005年9月12日，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，為香港旅遊業增添色彩，同時亦都成為海洋公園強勁嘅對手。不過有關香港迪士尼樂園嘅嘢，日後有機會另外拍片再講。面對一個國際知名嘅強勁對手，盛智文都冇有怕。雖然入場嘅人數不相上下，
但可以見到海洋公園係 keep 住有純利，而迪士尼就年年都蝕錢。2007至2008財政年度最高錄得2億470萬港元嘅純利，盛智文喺佢嘅任期內累積純利達13億5990萬港元。2004年為全面提升設施嘅質素同加強特色，推出全新發展計劃，增設多個景點同機動遊戲，並於2006年11月正式展開計劃。2009年4月，亞洲動物天地開幕，除咗本身嘅大熊貓之外，仲引入咗小熊貓、小爪水獺、揚子鱷同俗稱娃娃魚嘅中國大藝。喺同年嘅9月，海洋列車亦都投入服務，車程只需3分鐘，俾遊客多一個選擇往返山上山下嘅園區，同時亦都方便咗山上工作嘅員工返工放工。2011年，夢幻水都熱帶雨林天地、動感天地相繼開幕，建有全東亞最大型嘅水族館，樓高3層嘅海洋奇觀，共有400多個品種、5000條魚供遊客欣賞。另外仲有超過70種熱帶動物同雀鳥，同多款全新嘅機動遊戲。2012年，香港老大街同冰極天地開幕，為公園入場人數創高峰，超過咗700萬人次進場，而且近逐年上升，同時亦都標誌住歷時6年嘅全新發展計劃圓滿竣工。盛智文任內亦為海洋公園獲得多個獎項同評級，包括2006年被福布斯選為全球10大最受歡迎主題公園之一，2007年更被公佈為全球50大最多遊客到訪的景點。2009年搜狐舉辦嘅2009網友最喜愛香港品牌評選中，獲內地網民選為我最喜愛的香港遊玩景點。2012年更榮獲由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博覽會頒發嘅頂尖榮譽大獎，成為全球最佳主題公園。不過收到小道消息，話當時點解賺到咁多呢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對員工凍薪。如果你喺盛智文時代都做過海洋公園嘅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究竟係真定假？然而巔峰過後，等待你嘅係無盡嘅深淵。海洋公園風光嘅時代，隨住盛智文被撤換而落幕。2014年6月，盛智文被通知需於1個月內離職，並由孔令成接任。2014年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呢？2014年就係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期間，而盛智文係撐唐英年嘅，又點會唔整走佢呢？盛智文亦表示無奈，話如果再獲邀請，係非常願意再次為公園同香港市民服務。海洋公園嘅衰落由新任主席孔令成接手後，逐年惡化，每年以億位數字虧損，最高峰係2020年錄得11億6190萬港元嘅虧損，亦係海洋公園開幕以嚟單一財政年度最高嘅虧損。即使有政府54億嘅資助，都只係啱啱好唔使執笠。然後由劉明偉接任，新人事新作風，聯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、旅遊事務專員黃志祖公布重新方案，改變公園嘅營運模式同收費模式，同時關閉多個受歡迎嘅機動遊戲，包括越礦飛車、滑浪飛船、跳樓機等。原址會改為以投標方式邀請世界各地或本地嘅營運者進駐，但係呢段期間，山上就好似變咗半個廢墟咁。同時，海洋公園由傳統主題樂園轉型為偏向保育教育、綠色發展為主軸，相繼推出星空高峰 glamping、心動瑜伽、地行南朗山等活動。不得不說，官二代諗嘢真係有幾咁離地。就咁睇就知唔 work 啦，做乜要俾幾百蚊入嚟行山同做瑜伽呢？而 glamping 新界都大把場啦，使乜要屈喺度呢？而事實亦都反映咗喺個數字上面，短短2年，每年就以10億計嘅虧損，但其實對佢嚟講，海洋公園都只不過係佢其中一件嘅玩具，玩完咪抌俾下一個咯。
如果大家喺2020年後有去過海洋公園嘅話，都會發現已經取消咗海豚同海獅嘅表演，係為響應動物福利嘅問題，取而代之嘅係請明星海獅出嚟為大家做科普介紹同展示海獅嘅習性。睇落好似好好咁，但其實只係換一種方式表演。隨住海豚表演嘅取消，帶嚟嘅係更多嘅餵食 show。想當年喺公園入邊做過，其中就有海象餵食時段。其實我哋飼養員一般都會將動物帶入動物休息區進行餵食。雖然關注動物福祉嘅人多咗，但係動物表演始終都係會吸引到好多人嚟。高層可能為咗想彌補冇咗海豚表演嘅損失，就增加咗其他動物嘅餵食 show。如果有去過北極館睇海象，都會見到其實池邊有條路可以俾人行。當進行餵食 show 嘅時候，飼養員會有咁出行咁出，等隻動物可以離遊客近啲，又對海象指示向遊客揮手。乜海象真係識揮手咩？定係識迎合人類嘅幻想？呢啲根本唔係自然嘅互動，其實係包裝過嘅表演。公園嘅經營不善並冇喺新任主席中有改善，2022至2024年間繼續以億元計嘅虧損。但係龐建貽要面對嘅唔止係點樣為公園賺錢，仲爆出咗公關災難。2025年2月，為慶祝大熊貓安安可可嘅加入，同萬希泉合作推出大熊貓陀飛輪作為紀念品發售，但紀念品標榜咗配鱷魚標帶，消息一公開，隨即引嚟大量嘅批評，被指違反保育動物原則。咁諷刺嘅係，公園入邊係有鱷魚池嘅，當中一隻由白鄉救翻嚟嘅鱷魚白香果，更加係海洋公園嘅動物保育大使。之後好快就發表聲明，將產品回收，並承認團隊敏感度不足。但到底係班 marketing 瞓着咗，定係龐建貽瞓着咗呢？可以推到一樣咁嘅嘢出街嘅。另外喺3月至5月期間，更推出威威村莊海洋守護者，但其實又係經過包裝嘅海豚表演。公園嘅 IG 充斥大量嘅負評，更有留言話海洋公園係開緊倒車，一邊廂推啲動物出嚟表演，另一邊廂喺社交媒體以守護大自然、守護海洋減塑嚟作幌子，對我哋嘅下一代進行誤導教育。亞洲善待動物組織成員更到海洋公園外抗議，並模仿海豚被逼表演嘅雜耍動作，批評海洋公園曾指會取消海豚表演，如今卻反悔。至今園方仲未有正式嘅回應，不過過咗咁耐，活動亦都結束咗。香港人最叻嘅就係善忘，冇人再提起，園方都可能因為咁而難處理。反正入去嘅人未必 care 嘅人唔會入去。事情過後繼續馬照跑，舞照跳。2027年就係第50個年頭啦，50年嚟經歷改朝換代，各種風風雨雨，面臨差啲倒閉嘅危機。究竟海洋公園會喺不久嘅將來真係關門大吉，定係延續多半個世紀，成就更多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呢？如果你都中意呢類題材嘅話，就記得訂閱廢噏營火會。我哋下個營火會再見，拜。